无成果。叫你想的办法，你想出来未？我是我等咧想，紧想啦！若是互好好搁多走出地府，这个叫本王的民主真扫落地啊！这个葫芦，我感觉真面熟，啊，像我伫倒位？王爷，你去详细想看卖啊？凡事，你若是想出来，我会当想出办法。我若想出来，我早就讲啊，如果你来问我，去想。一定是伊的，绝对无唔对。王爷，你是讲你已经想出来啊？是唔是？对。一定是太白金星。阎王啊！那你忽然间你会去想着我这老酒鬼啊？陆总，是什么风甲你吹来？我是陪老千军来。啊，对，阮两个是讲来这找阎王，你安尼饮两杯啊？恁两杯？哈，太白金星，你莫搁甲我担心啊！无事不定三宝殿，你敢若是要来地府恁两杯？好，你若是将代志讲好清楚，就叫我陪你两200杯，我嘛陪你啉啦。代志讲好清楚。我讲我是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嘛详细讲我听好嘛咧，莫安尼起性落地啦，嘿！你家己心内明白。你讲我做愈糊涂啊！你还搁咧假担心？好，我甲你讲，你迄个酒好咯，这回说袂记早出门啊！人家我巴肚内迄个酒瓶哦，啊，伫咧土墙捅一个，人家伫咧演烧酒，一时唔知是讲要去倒位啉，所以唔听。免假啊！哼，我想代志无遐尼简单。你莫误会，你若唔相信咯，你问李当兵就知啊嘛。问我？是啊。我什么代志我嘛唔知影。李当兵你老将军，所有人拢知影，你的酒葫芦绝对袂离身的。人行到倒位，
用酒喝了就带到倒位。哎呀，阎罗王，你细言就差了，你嘛知影，人心拢总共款，年岁若是有啊，这个记忆拢会较歹，小破啊哒啊哒。若讲别项代志，你有可能袂记，也毋过这个酒，你绝对袂放互袂记。你今仔来地府，对唔对？啊，讲甲遐尼歹听，啊，无非阮今仔日来，你是无生意，你若无欢喜，导游，咱转来，莫后请。小等下，安尼就想要走。你若无将代志讲互清楚，我不准你走。有啥物代志，咱好好讲，唔免遐尼事。队长，刚讲这站代志，你也有一份。无，我早晚讲过，这单代志我一点仔都无看，我啥物我都唔知。你做咩啊？啊，你哪遐无义气啊？是啥物人甲你讲要走？我本来是讲来这要互你请，你若无生意，我换日就转啊。啊，你若生意咧，我就叫你这互你请，我哪有要走？好个哥已经将因仔爹甲因娘救出往死城，请阎王爷救出。嗨，伊的话你有听见？即摆什么代志，你家心内有数。什么什么数？什么数？什么代志我根本就拢唔知，是啥物咧？花花哥啊！那花花哥是啥物人啊？老神鬼，你家即摆还搁咧假？若是无你迄个酒葫芦，花花哥哪有遐尼大本领啊？对啦，老师阮，我假就是无钱啊，我假就吼，愈假愈大。要么，这你放心，这样代志老师阮绝对会去管理答复。林同斌啊，啊你把的拢杀上来互我，即摆才发讲你是这种人。老师阮，但你即摆讲这话是有啥物路用无？李将军，我的即摆人是啥物所在？胡将军已经调集几兵几将在城门口等。好，那安尼紧查老师阮去阻止后会无？是，老将军请。我，啊你咧？老师阮啊，啊代志啥物人才出来？啥物人都要负责啊！紧去，莫当遮拖时间啦。我都唔是，啊我去啊呀！啊啦，行啦，紧去啊！敢大闹地府，好我讲，本王绝对袂放你干预，一定要将你拍落18张地角。好啊，我代志你敢知影？好啊，我原本是咱天庭的萧商真主投胎转世，伊即摆已经修炼到半仙境界，身家是咱同一个人，有啥物代志，咱有我讲好。嘛不管是神还是仙，今仔若无互我一个交代，我一定要上禀玉皇大帝。我老爹来王先生，你紧走，你紧走，可能，你我来到王先生，我未来你二十受讲。这是什么所在？这是我修炼的所在啦。啊，你伫咧遮修炼哦？我慢慢再讲给恁听。参见阎王爷，禀阎王爷，这件代志你一定要对我做主。禀阎
也无用。无花哥真好独揽，更加大老地府，这种的代志绝对袂当外省。不管你后壁什么大神大仙，你互伊靠。叶王爷，你一定要严办，就算会上天庭，恁走路，而且约定讲处理啊。好，恁起来。是。太白天师，因讲的话你拢有听到啊？吼。但我也无青眉，也无臭的人，我哪会无听到？陈坤啊，你话哪要讲遮歹听呢？你真无小心吗？好，陈坤，莫搁讲，阎罗王即摆当去生气，你先甲回家失礼，互伊消一下气。哼，陈坤。啊，阎罗王啊，代志发生就发生啊，我一定互你有一个真圆满的交代，代表咱过去的交情。大事我小事，小事全也化无事去。哇，神棍，你讲甲遐尼简单啊？好啊，我照你的葫芦带老地府。你搁叫我这桩代志莫追究，你要叫我本王安怎向命波娘娘、文武判官交代？阎罗王啊，你免讲，交情还交情，公事还公事，本王一向公事公办。阎王啊，何华哥已经来大老地府，是因为好心所致，你无听我讲，好，连感动天地。何华哥已经虽然有唔对，不过希望阎王会当原谅伊，因为是有效所引起的，才会安尼做。的份上放一条心。好，看在伫做的份上，我就答应。也毋过太白天星，我喊你在一天以内，爱将桃花姑甲因阿爹阿娘带回地府向我认罪。若无，莫怪我上品玉皇大帝。只有遐一天尔哦，安尼时间伤紧啊！免讲，我讲一就是一，两就是两，绝对无改意的。安尼我惨，安尼我惨啊！安尼我就惨啊！情绵绵情依然听话，将来相依难忘。安尼我惨啊！安尼我落海啦！安尼我惨啊啦！莫搁当较惨，这件代志我看望你去走。林东斌啊，你干那出你鼻喙啊？今仔日代志变成遮大条，你嘛有责任。老师本啊，你安尼讲就唔对啊！我会伫阎王的面头前替你伫咧记，你内容所有代志都应该是正确。莫怪人勇敢去讲一句话，我教教林东斌不成无人心，好人较是歹做。哦，啊你安尼就是好人哦。但是已经发生到安尼啊，你怪什么人嘛无路用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阎罗王啊，咱话讲真正啊，照约束一天内我完成啊，时到你若反悔哦，我无要放你煞。阎王爷，假使华哥伊若是将人带头，搁伫你的面头前认错，安尼你是毋是应甲这种代志当作无发生？批评阎王爷，这件代志对袂当伊所讲的煞煞去，就从安尼煞煞去。咱的地府的规矩是袂当让阮任何人来破坏。你阎王爷，现在武判官讲的无毋对，无论什么人来扰乱地府，天管天条，阳管阳管，阴管有咱的阴律。假使阎王爷，你若是为着私情，将好华哥扰乱地府的代志改办件事，那安尼以后是什么人要服从呢？你是要安怎掌管这个地府实权？阎王爷，有种，不管你即马要讲啥，本王决定要公事公办。文官官，赶紧上装天庭，
从这件代志的头尾，上禀玉皇大帝。这样呢，恁就无死了。菩萨保庇，真是有影是菩萨保庇。华哥，阿娘在生的时阵所做遐善事，总算无白做。今仔只要你无代志，阿娘就会当放心啊。对啊，你去大闹地府，伊是毋是会影响你在遮修炼啊？不要紧啦，阿弟，假使若无你，阁无阿娘，免哪有我咧？我逐遍来咧修炼的时阵，就想着恁两个在往死社受苦，我就无迄个心情来修炼。华哥，我一个乖查某囝，难得你有这片的好心。是安怎？这咩代志啊？这代志我害啦！阿爹，阿娘，你即摆是分别，不用接落去头。是，听你就我去想个办法啦。我甲恁阿娘，如果袂用出去，敢会用定定秘咧这个所在就对。伫友场了下三界，所讲的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阿娘，你一生做遐遮尔侪好代志，而且佫去恶人所害死，我还去甲阎王讲较清楚。呀，那安尼我就惨啊啦！当我在生的时阵哦，生出我遐尔只当孙啦，一个钱拍你死个干，你叫我去做善事，这我哪有法度？我都做无着，我就惨啊你咧！阿爹，你免烦恼啦。阿娘，伊做了年遐尔侪善事，所拨出去的银两，拢是阿爹你赚来。阿娘，伊做的就是阴德。阿爹，你救人，安尼算起来是阳德。哦，那安尼哦，我就较放心啦。也不过，我还阁是袂放心。华哥因为着咱去大闹地府，伊绝对会受到责罚的啦。哎呀，阿爹，你免烦恼啦。太白金星老前辈，还阁有道长，因拢对我真照顾，也真为我，我想应该无问题才对。好生哥啊，好生哥啊！我咧交到歹朋友啦，你这个牛片的啊，我会互你害死啦！我咧自从甲你斗阵了后，好康的拢你啦，歹康的拢我啦，你拢在做好人，我一世人做歹人。我以后若要甲你斗阵，若无较注意的，我会互你害甲七脚八笑啦！好生哥啊，代志都做落啊，你安尼迷茫是办法，好生哥啊！好生哥啊！到底安怎？对啦。我有办法啦！啊？什么办法？好生哥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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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呀！老前辈，谢谢老前辈。哦，我险跋倒落，哦，我会互你害死啦！我咧为着你呀，天庭啦、地府啦、阳间啦，安尼走几路抓，我360几个骨头拢安尼死散啊啦！嘿，是的啦，我嘛是不得已的，请你原谅我。讲这也无路用啊啦，我实年你真无办法咯。嘿，老前辈，你是咧找啥？你莫搁甲我变歹去啊！看恁阿爹甲恁阿娘，你甲藏伫倒位？我不用甲你讲。好生哥啊，你足毋捌代志的呢！你做这件代志啊，会连累到你，含恁阿爹甲恁阿娘，我哪互你连累惨落去哦！老前辈，我无多想遐尼济，总良想讲，咱阿爹甲阿娘在往死社受苦，我永远拢袂用出来投胎做人。你的好心，我是真感动你啦！
也毋过你安尼为着恁阿爹甲恁阿娘去大闹地府，这代志讲大是真大，讲细是真细。只要阎罗王若莫追求，就无代志；要若追求咧，代志就大条了哦。老前辈，我要安怎做？代志都做都做去啊啦，我尽量想办法甲你斗相共啊。老前辈，多谢你，你会带阮弟弟，我永远都袂放袂记你。哒，你莫过来这套话啦，起来，我袂起来。你莫过安尼啊啦！我干那一天的中间，爱甲你解决一件代志，解决我圆满。你若有啥物话，直接来讲。我这要爬起来。老前辈，阮阿爹呢，惨死甲足可怜的，你着要答应我，予因较早一日的去调升投胎。这我哪有法度通甲你注意啦？这都爱阎罗王的同意，才有法度。老前辈，你若唔答应我，我永远都袂起来。我知。好啦，先起来才搁讲。多谢老前辈。我迄个宝贝也好咯咧。等代志拢好势了后，我才还你。好啦，当咱就赶紧来去地府走一撮，阎罗王伫遐咧等咱。前辈，但你实在惊啥下啦？有我这个老的踮喺你的身躯边，阎罗王绝对唔敢对你安怎。行，来去。为了向阎罗王谢罪认错。小女子荷花讲，甲王爷赔罪，请王爷谅解一下。已经伤慢了。阎罗王啊，我无虚言的，咱约束一天来带人倒来认罪，你就无要追求，即马讲伤慢啊，一天的时间还未够呢，你是凊彩讲讲的，无要受约束。先君，即马讲什么话拢伤慢啊啦！本王已经将豪华过的罪状上禀玉皇大帝，嫌你嘛走袂去。你讲真的，唔是咧耍笑啦。这迷迷情，依然听话。将来相依难忘。本王已经将豪华过的罪状上禀玉皇大帝，嫌你嘛走袂去。我你咧讲真的，唔是咧耍笑啦。本无虚言。李同斌，你今日落下无良讲你嘛？你看他咧，当时是你做证明的哦。阎罗王家己讲，一天内我来带人进来。师君啊，听我是有听的，但过阎罗王伊嘛有伊的立场啊。李同斌啊，你说替阎罗王在你讲话啊，我无目睭交陪甲你这种朋友啊哈，你也同款，讲话无算话，反起覆倒。我来讲，我无虚言啦，这件代志你走到玉皇大帝遐去，安尼上好。本来阮唔对，大家都爱忍气吞声，这摆变啦，做啥物唔对？当做做我负责，有啥物罪我来担。我讲，行，安定啦，好啊。像你讲的哦，交朋友分作三六九种，你就是上尾迄种的啦。我衰啦。等下，我果是地府人员，不准你带走。趁阿爹阿娘还留在地府。你敢臭屁？甲遮来拢大面啊！啥物话拢免讲，我走就走，无人挡我一条。行，来啊！来回去。简单容易。混，来呀！来！太奇怪，将鬼门关甲守好条，不准伊出去。请你唔当想，太白天星伊即摆当在想，
等后伊去了较少的时阵，我来甲扛一就好。啥个啊？等下伊气较少，啊，伊会受气，我袂受气啊，啊！祖，你是该讲道理的人，你讲这桩代志，敢本人的唔对？叶王爷，你讲理有理，伊讲有理，我夹在中国是要安怎做？有理无理，只有听玉皇大帝做主。哼，无想无去啦，愈想就愈气啦。迄个牛片哦，这个朋友我白交的啦，无讲我的话，反倒等个替阎罗王咧讲话。哼，你听了看，气死人也袂啦！你听了你就屁废啦。老前辈，我想道长毋是迄种人啊，伊一定有伊的用意。哼，伊什么用意啊？伊明明是要抢我的后骹啦，还阁有啦，迄个阎罗王啦，翻起覆倒啦，讲话无算话啦，害我这个老的啊，日日甲暗啦，人间地狱走死抓啦，死抓啦！老前辈，你莫生气，我来去买酒，互你解忧愁好无？酒哦，嘿，改啊啦，改啊啦！即马规巴肚内拢火啊啦！酒若搁啉落，我就掠狂啦，200%搁去大闹地府啦，代志都袂收山啦！改啊，改！当是我唔好啦，代志拢嘛是我引起的。你即马怪家己也无路用啦，呀，代志行到这个地步啦，怪什么人拢无好啦！你安尼好好落去受道上好啦。小感谢，爱记的，唔通搅了着老千军，我叫你干，你才会干。是。陈勇士啊，是毋是玉帝派你来遮掠我等去天庭？老千军慢走，先用玉帝请旨，请老千军转来天庭一转。这我早就意料中的代志啊！好，我甲你转来，我甲你转来。还佫有伊，马上做来转。好先好，咱就斗阵等来天庭一转。是。来人啊！大概好先讲回天庭。哎，等，我这个老的这个好仙姑敢会走去，如释重将，太天边下凡。玉帝玉旨，言出必行，小心惊有啥物闪失。你放心，好仙姑若万一叫走的，拢从我负责，安尼就好啊。敢讲这个面子，你不爱提予我？当然啦，老千军的民主谁敢唔袂？安尼嘛，甲差不多。玉帝对这件代志非常的生气，你若转去甲伊讲话，爱加较细心。感谢，你一点情永远我就藏伫我的心内，后日才报答。来。请。老前辈，你喺台湾内底，花姑养气在身，这边上天庭，玉帝来降罪落来，花姑愿意一人承担。那边玉帝，这件代志甲老千军无关，拢是花姑的误会，请玉帝你唔通怪老千军。花姑你。老千军，请坐。是。好花姑，你可治罪。花姑治罪。启禀玉帝，华国大闹地府，目无天外，那炮落18趟地下，永不超生。去走玉帝，在要降罪进前，先听花姑伊的辩解。这有什么好辩解？罪证开始，天降如山啊！老千军，阎罗王的奏章写了真详细。那安尼赵忠是毋是会当照小刑判？老千军，你为什么咧笑咧？因为阎罗王的奏章内面减写一项。多一项？是啊，你讲倒一项？我看你是信口无算。你讲，我应该会讲，
请示杨大帝，咱三界玉合中，是毋是应该守信用？那是当然的。是毋是讲一就是一，讲两就是两？当中应该骗你哦。老亲阮，你平时讲话甲今仔日哪会无共呢？是安怎遐尼严肃呢？呀，我都食着5年啊，下狗的第4囝咧无话讲啊。你有啥物话就直接讲嘛。是，因为在地府的时阵，阎罗王也有甲我约束，讲我在一天的中间，若会将何国甲伊的老爸老母抓倒等伊认罪，伊一切都无要追究，所以我按照约束的期间中，将因三个拖等伊认罪，但是伊讲话无算话，所以我毋才讲赵忠减写了一项。阎王，代志敢是安尼？这下面，阎罗王甲是我咧讲。阎王，这你安怎解释？变玉帝，我国大闹地府，扰乱规律，这若是唔治罪，以后要叫是安怎统治地府的决定呢？阎王，你敢有答应吕洞宾甲老千军？回玉帝，当时情况非常的危急，为着要抓好阿哥，这是一时叛逆之计啊！已经说出驸马难对。既然如此，讲话我要有信用。回玉帝，这是小事的唔对，也毋过阿哥摕到太白金这个葫芦，冷紧面部娘娘，这太白金水你安怎讲？这是我讲唔对，我讲无应该趁老边辈，伊伫咧困的时阵，偷摕伊的手好咯。我讲嘛是为着要救爸母，为阿爹安尼，冤枉离死，受苦受罪。不得伊我这安尼死罪，请玉帝唔通怪老前辈。变玉帝，身躯发肤，受之父母。但小英都知影，要开咧食阮，乌下知影反复报恩，父母生我养我，我不但无尽到一天的孝道，连都害伊着咧受苦受罪，冤枉离死。我的爱命将士，一生永世，阿爹嘛有做的，记者玉帝，你明知。修炼不成修仙，必先后为先，请玉帝带领花果一同好心。是啊，身份不离众生，慈悲为怀，玉帝一向做慈悲名利。外国的安尼时阵，应该是尽了一片的好心。好心感动天，情有可原，请玉帝给伊一个赎罪机会。唔要祈求宽恕，只求爸母早日超生。无花果确实是孝女，好歹总是在世时有行善做功德。即摆因两个人应该放出往事城，互因搁再转世为人。是，遵命。也毋过，我国大闹地府，罪不可赦，请玉帝裁决。一迷迷情，依然听破。我国大闹地府，罪不可赦，请玉帝裁决。无花果，伊是半仙之体，即摆才拍入凡间修炼。吕洞宾、太白金星，
恁两个爱好好甲伊指导者。是。好花哥，你爱知影，你是天庭的烧香仙子，你甲天白星动了凡心，才会投胎为人。朕希望恁修成正果，重返天庭。下有得稳定。老七棍，老七棍啊！七棍，哼！老七棍啊！他今安尼是咧创啥的？交你这个朋友哦，算我衰啦，我衰啦。老七棍啊！啊，你是咧起什么话？你平常时安尼笑嘻嘻，啉烧酒，啊，啉烧酒就鼓励活人哈，啊，啉烧酒的人就好欺啊，随便互你咧唱后骹紧。我毋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要讲你今仔伫玉帝面头前讲遐话吼，条条有理，较是有一套。到大你才知，哼，若毋是我今仔日有一套啊，踮咧玉帝的头面前，我面子就真扫落地啦。你唔通看我啉烧酒，我咧头壳烘烘安尼哈，我若办代志啊，你约对我袂晓的。好你两句安尼啊，你过你怎拢翘起来？袂溜。你唔当作我教的款呢？啊教乜？啊教才有买呢？啊我买伫倒位哈？你糟蹋我买伫倒位？我买伫倒位哈？算讲我讲唔对，我咧劝干呢，其实今仔这一切吼，早就我拢了，一切拢总伫我的掌握之中。妈咧操蛋啦！代志解决啦，你才咧讲大声话啊？哎，甲你讲这无路，唔歹甲你讲啊！加讲加嘴大的啦！我要来啉酒，啊，我酒哦，酒哦。酒我就食啦，啊，不过要让你进前，我要先甲我阿爹名放出来。哦，应该。阿爹，华哥，要紧啊无？不要紧啊。你就是不要紧啊！我实在足烦恼。阿弟，阿娘，你免烦恼啦。玉帝已经答应我，要互恁两个早一日投胎转世。真是啊！华哥，啊你咧？你安怎？我去人拍咧凡间，继续修炼。这拢是阿爹甲阿娘害你的啦！太白仙君，你走！太白仙君，你走！你两个是太空，也该两个联合起来骗本王啊！这是你家己无讲信用在身哈，你还搁咧怪阮啊？你这有啥物代志，大家跟我讲，莫去多。我看你若是紧甲好台阿老某，把恁地府开落去。行，赶紧倒来地府。我会了，爹。好啊，莫搁啰嗦，紧嘞，行。阿娘，你嘛爱保重。阿娘，赶紧的，行啦。阿爹，华哥，阿娘，阿娘，这是查某囝的三拜。好啊啦，得，恁就要早日投胎啊！还讲什么头壳啊？行。你家己就爱甲保重，阿爹你嘛爱保重，阿娘要来。赶紧。华哥，阿爹。
再搁悲伤落去啊！他俩爹甲俩娘的代志已经全解决啦，你爱为着你家己的将来设想，那我会好好甲你想一个办法，好。希望你以后好好想，早日出头。你喺台湾大地，我永记在心。这是我3摆。酒绵绵情，依然听伴。情来声依然换。这只风景实在真水，嘛足清静的，是修炼的好所在。大胆！你竟然敢走入来本姑娘的地盘？这个姑娘，真是的，是你就算啊，小，我今日若无互你一个教训是袂用的。姑娘，你千万唔通动手，有话好好讲。无啥物通好讲的，你先甲我比一个悬价才搁讲。这个姑娘，你爱加强白，肯定，凡事都爱讲道理。既然你讲我这么地方，我入去就是啊。慢请！你既然是要找修炼的所在，必然就有道行。安怎？你无胆量，想要选？你惊啊是？姑娘，我唔是惊，我只是无想要为着小可代志伫动手。人讲修炼啊，就爱知影进退，爱捌其理。咱何必着为着啥样代志伫动手？你敢教训我？我一定要给你好看！有听，唔通无理。老前辈，多谢你的解围。拄啊，迄是我对你一个小小的考验啦。若你忍的成功，安尼练了有成就啊，安尼我放心啊啦。多谢。小青，我甲你介绍，伊叫做何仙哥，就是你以后得要甲奉太的人。仙哥，超过两小比拄才会无礼，以后凡事拢听你的吩咐。请起来，免多礼。有影何仙哥，你要修炼清净的所在，我甲你选一个真好的场所。小等下小青会带你去，吼！也我无代志，我要过来啉酒啊。酒是我的好朋友，酒若啉少能补肾，若啉济就误了神，也毋过无啉都会伤心嘛。多谢老前辈。仙哥，请你跟我来去。因为我一段时间的培养，我的伤已经完全好，元气也已经恢复了。我拢要像你唔甘愿，我一定要得到好花哥。经理也想要得到好花哥，你莫点啊浪费时间啊！你这是安怎讲？你即马已经是半神之体，而且阁有太白金星甲入洞冰茶帮助的，咱是真歹下手。他即摆是要安怎？敢讲就安尼放弃，袂用的。毋是要放弃，我即马目标是要对付何建南。爱你的心无变，你煞一起那婚宴。但你一粒心受尽后煎，你也搁无来出现。啊，你敢拢无想过去迄段缘，痴情换孤单，谁人来可怜？啊，
年想早情，才知是一段错。